Hello， 今日輪到我 Monkey 同大家一齊入伙睇樓盤啦。之前都參觀過一啲賣過億嘅獨立屋啦，可能你哋會話，有冇啲就腳少少㗎？下下都要揸車出入，好似未算好方便喎。今日就帶大家嚟到尖沙咀睇一個豪宅房盤。呢個單位位置靚，景觀靚，尺價都好靚，叫緊超過4萬蚊一尺㗎。究竟係咪物有所值呢？同埋豪喺邊一度呢？而家就帶大家去睇下啦 ，Let's go！ 今日嚟到位於 K11上蓋嘅名著，位置有幾方便就唔使我多講啦。今次參觀嘅單位面積近2900尺，即係比起2100尺嘅獨立屋仲要大，啱晒要住獨立屋先夠位，但係又想位置方便嘅家庭客。其實呢間屋係由3個單位打通而成。業主將佢由5房改成3套房間隔，因為呢度保養得好好啦，所以下手業主唔使點樣執，已經可以直接搬入嚟住㗎啦。入到嚟經過咗玄關位，就嚟到呢個接近700尺嘅巨型客飯廳啦。你哋望下，睇到晒成個維港海景㗎，係咪好有氣派呢？客飯廳有3邊玻璃窗，可以睇到由東至西南面嘅維港景色。客廳呢邊而家擺咗組6人坐嘅梳化，仲有部入牆大電視。因為樓底夠晒高啦，客廳同飯廳各自都掛咗盞水晶燈，而飯廳呢邊就放咗張圓形大餐台。你話每晚坐喺度食飯，望住對面萬家燈火，簡直係一樂呀！頭先講過啦，呢間屋係由3個單位打通而成，廚房都有成2個啊。其中一個應該用得多啲嘅就喺飯廳後邊呢個啦。廚房偏牆身，同客廳一樣，地下同牆身鋪上咗白色雲石地磚，配埋白色櫥櫃同埋白色工作台面，保持返簡約嘅風格。廚房仲連埋雙門雪櫃、蒸煮焗爐等等嘅家電。主人房喺大門口嘅右手邊，空間非常之大啊！放我張雙人床之後，仲可以做到3邊落床同埋2邊床頭櫃啊！旁邊仲做咗一排入牆式衣櫃，真係唔怕冇位擺，最怕你冇衫擺啊！跟住入到嚟套廁，呢度都望到海景㗎，可以幻想一下，當你浸緊浴嘅時候，可以數下對面海有啲咩樓，有 IFC， 有匯豐。有中銀，係咪好正呢？除咗浴缸，其實套廁另一邊仲有個淋浴位，方便簡簡單單沖個涼。至於客廳嘅另一面，有間套房會細少少，但係個景觀都唔錯喎，可以望到尖東同埋成個東面嘅維港景。佢一樣係連埋全白色嘅套廁，但係就得淋浴位。跟住套廁做咗個入牆式衣櫃，而最後一間房就喺玄關位呢度暗門入邊，入去睇下先。呢度用咗木紋地磚、牆身、房門、組合櫃，全部用晒 Tiffany Blue 嘅面板啊！呢度本身係其中一個細單位嚟嘅，所以有齊晒套房、客廁、雜物房同埋廚房。睡房喺娛樂室其中一邊，大細同上一間套房差唔多，但係開側就比較四正，做到3邊落床。呢度向東北可以望到啟德、九龍灣一帶。嚟到套廁啦，呢度亦都係我最估唔到嘅地方，竟然有間桑拿房喎！而隔籬就係淋浴位啦，出完一身汗之後可以即刻沖返個靚涼啊！至於另外一邊嘅廚房，空間相比之下就細啲啦，但係都有齊晒煮食嘅設備。配套方面，屋苑嘅會所近29000尺，有健身室、室外泳池、瑜伽室、遊戲室等等，仲有2層空中花園添啊！呢間屋又大又靚，仲有最大嘅賣點就係維港嘅煙花景，價錢就當然唔平啦。業主最新叫價係1.25億，做緊尺價大約係4萬3，同時以20萬放租，大概係69蚊一尺。唔知你哋覺得呢一個位置、呢個景同埋質素係點樣呢？歡迎喺下邊留言話俾我知啦。入伙會繼續帶大家走勻全港，
如果想睇多啲唔同嘅靚款，記得 like 我哋嘅 Facebook pag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，咁就唔會錯過我哋嘅最新資訊啦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